心想事成第10條法則，讓潛意識想像一切美好事物，盡量將繁榮、富有、成功等等嘅想法儲存喺潛意識入邊，咁潛意識就會連本帶利咁還俾你啦。你唔好諗住致富之道唯一嘅方法就係多流汗拼命工作。如果有人一星期工作只係4個鐘就可以賺到可觀嘅收入，當然唔使咁賣命工作都可以賺到足夠嘅錢，你一定都認為咁樣嘅生活係最理想啦。亦即係話，我哋渴望能夠做到自己想做嘅事，自己想做嘅工作，而且呢啲工作做起嚟係好開心，同時亦都有豐富嘅金錢收入。摩菲博士認識一位年收入150萬美金嘅朋友，佢係洛杉磯一間公司嘅經理，幾乎全年都喺度搭船環遊世界。佢話喺佢嘅公司入邊，大多數每週有350蚊美金嘅職員，對於工作方面都知道得比佢多。其實佢只不過係管理嘅方法比較高明啦。呢啲潛意識嘅功能完全沒有關係，所以無法加以活用。但係相反，呢位經理卻不斷同自己嘅潛意識灌輸，自己係值得領取高薪，而且可以成日環遊世界嘅人。潛意識一旦接受咗，就會將想法實現。所以呢位經理所講嘅嘢唔係胡說八道㗎。如果你認為自己好富裕，咁潛意識就會令你變得好富裕嘅人，而你嘅心富裕之後，就會為你帶來更多嘅財富。如果你希望獲得更多嘅財富，就必須讓自己嘅內心充滿富裕感，而且每日都唔可以忘記呢件事。咁你就唔使咁拼命工作啦，亦都變得好富裕。講真嘅，你唔使咁賣命，唔使好似奴隸咁流住汗工作。圓夢小語，我生來即擁有富裕。如果你聽完呢條法則有任何心想事成嘅事件發生，記得返嚟留言俾我，仲有 like 同 share 俾大家。